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月1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抖音难民，聊一聊洋务运动啊。想必大家都知道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前两天啊，咱们在节目里面也提到过，说小红书被一帮美国人、美国网民、美国 UP 主给占领了。很多小红书的 UP 主啊，一进去之后发现画风全变了。咱们在节目也聊了一下，很遗憾我没有小红书账号，所以我也不太清楚。昨天啊，我刷抖音，突然发现我的这个推送的页面啊，画风也全变了，突然冒出大量的异国美女啊，这个肯定不是抖音官方啊根据算法，根据你的喜好给你推送的。以往抖音经常给我推送比较多的都是健身的，还有一些聊财经、聊文学的，也有一些聊股市的，这方面比较多。但是昨天我一打开，先是美国的美女啊来唱这个中国歌，然后是俄罗斯美女给你来一个弹舌啊，又是法国的美女上面给你秀身材，最后还有日本的美女大吃一惊，仿佛一夜之间变天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觉？所以有网友惊呼说，中美网民开始正式建交。还有人说这个美国人又发现了新大陆，发现了一个宝藏 APP。咱们今天就聊聊这个事。首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乐见其成，中外网民一家亲。国内的网民也很容易看到国外的 UP 主，他不光是美女啊，还有帅哥，让国外的也能看到国内，本身增进交流，文化交流。咱们你看给很多国家都开放了签证，不就是目的想让他们到国内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增进交流。而且就目前这个现状来看，我觉得比上海爷叔、上海少爷啊在那秀那些豪车要好得多。双方的网民都用自己的猫打招呼，网上这个网友戏称叫交猫税，这个现象其实挺好的。原因是什么？大家恐怕都知道，因为按照美国的联邦上诉法院，他那个裁决驳回了 TikTok 申请那个禁令，就是要推翻禁令的这个上诉。美国国会它是要求 TikTok 要么你母公司字节跳动把 TikTok 给卖给美国或者其他资本，要么就禁止它在苹果或者是谷歌的应用商店里面下载，禁止它的什么服务器在美国或什么地方托管等等。那这个一旦生效，那对这个 TikTok 来说那就非常麻烦。虽然这个事情还没结束，虽然说是1月19号生效，但是 TikTok 它依然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那个最高法院先不说它是推翻不推翻这个禁令，就是国会的禁令啊，先不说这个，只要它一受理，那这个事情就不是1天2天能裁定的，这怎么着都半年9个月。最高法院恐怕至少270天之内，你这个禁令不能执行，也等待人家整明白，人家最终裁决出来再说。所以这个又是要好几个月。即便最高法院禁令下了，这个犹如特朗普他已经表达过，他不想禁止 TikTok， 所以这里面都还有变数。但是不要紧，这个不影响很多在 TikTok 上面谋生的，或者是在上面玩的、创业的，或者是在上面纯粹兴趣的这些 UP 主，他们出几种原因。一，他是为了表达不满。我看有很多美国的 UP 主，他拍的段子，他说我心甘情愿的把我的所有的秘密资料，甚至我的 DNA 都交给中国，这不就是为了讽刺那个美国，说咱们这个会通过 TikTok 收集美国的信息，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很多 UP 主他来讽刺，他们认为美国政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你管到的挺宽，加州大火你不管，什么医疗你不管，失业你管不了，通胀你也管不了，你跑来管这个 TikTok， 我们自己在这边自娱自乐的东西你看不惯，你要管。这是很多美国 UP 主的他的表达的，基于这种叫逆反心理，那你越不让我，你越害怕这个大国啊窃取了你的机密，你的这些数据，我越要去找。所以这些人是不是上了苹果 APP 或者是谷歌的 APP Store 啊，翻来覆去的泼天的富贵，这个流量就到了小红书这个大家好理解。因为这个你在国外的苹果 APP Store 里面，你能搜到的又能很轻易用的中国的 APP， 它就是小红书，而且仅有小红书。就这种社交类的媒体有点像 ins 或者是 TikTok 这种的，为什么泼天的富贵到了小红书？好多人网友开玩笑说，你看微博，你看 B 站，你看这个抖音，你们的歇菜了，被美国网民抛弃了，人家选中了就是小红书。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小红书它注册容易，海外的账户它没有实名制，你邮箱就能注册，但我没有注册过，我不知道。但是你微博注册要实名，你 B 站注册不仅要实名，而且你还要答题，你这不是难为美国人吗？那美国人他答得了那题吗？不主。抖音那更不可能了，抖音说我有个 TikTok 海外版，你要看到的都是 TikTok，
在国外苹果和谷歌的 APP Store 里面，你搜抖音出来的恐怕就是 TikTok。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好运降临到小红书？中国的社交媒体那么多，各有各的用户，各有各的玩法。相对来说，小红书比较小众一点，但是偏偏它被选中，因为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它注册容易。这是第一个是叫逆反心理导致的。第二个呢是，毕竟有很多 UP 主，他是通过自媒体来谋生的，或者通过这个来赚点钱。你到时候万一 TikTok 真的不让运营了，那他们生计怎么办？这些人他倒不是说逆反心理，他也是迫于无奈。毕竟有很多人靠自媒体、靠带货卖点东西，他能赚钱养家糊口，那他没有办法。为了防止 TikTok 到时候真的被禁，他只好先迁移到其他的社交 APP 上。这些人选来选去，恐怕就选了这个小红书，因为这个调性比较符合他们。这几个原因导致这个小红书据说这2天一下新增70-80万用户，说多吧，其实也不多啊。但是关键是70-80万，他都是 UP 主，他不是普通的网友。这些人特征是上来就传作品，有的还在直播。这些人一来之后，就说小红书上直播间，还有抖音的直播间，很多人就冲进来了，开始问东问西。从数字来说，70-80万其实不多，因为咱们任何一个 APP， 你看抖音都是多少亿用户，你多个70-80万，那根本就无所谓。微信、B 站、微博多个几十万用户，根本就不是事。问题是这几十万是活跃用户，所以大家就发现，早上一醒来，一刷抖音，一刷这个小红书，感觉变天了。还以为自己进了国外的服务器，这是个现象。就目前来说虽然这个现象还在发展，但是多少有夸大的这种迹象。这个不矛盾，在国外恐怕还在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会注册小红书，甚至抖音，他们想办法。但是你不能否认，现在你去看一看这种社交媒体上火热现象有夸大的成分。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刷抖音的时候，我细心了一下，因为咱们是做自媒体的，很清楚。你首先你得看到 IP， 这些 IP 真的在国外的，在英国的，才能说明这个是一个外国账号。这第二个，你得看他注册时间，或者你看他发第一个作品什么时候。有的账号 IP 就在国内，这个一看就是假的。有的这个 IP 显示是在美国，但是他2024年10月份就注册了，就已经在上面玩了。这些不一定是真的外国人，这些账号很多都是在搬运。做自媒体的都懂，专门有些人把国内的节目往国外搬，同理他把国外的节目往国内搬运。我看了抖音推送的大部分都是这种搬运的，给你造成错觉好像美国人还挺多，实际上那些账号都是在搬运。但是不否认也有很多注册的外国人，所以我说这个有夸大的嫌疑。当然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虽然抖音是实名注册国内的，但是他外国人他可以通过别的渠道，通过别人的账号注册一个，再改成他的名字，再传他的作品，唱唱歌跳跳舞，抖音他也不反对。也就是说这个账号实际上是一个中国人的账号，只是把它打扮了一下，内容都是搬运的。当然了，随着外国这些网友 UP 主发现了新大陆，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这网上现在是双方的网民开始对仗说这个美国人呢对完战之后破防了，惊呼自己这么多年都被骗了。他们通过对战发现，他们在美国做个 CT 好像是$1000吧，这我记不住这数。完了在中国做个 CT 还200人民币或者是300人民币。在中国上大学一年学费才2万块人民币，或者才$3000，在美国上大学学费那么贵，他们惊呼自己被蒙蔽了。长期以来他们认为中国是水深火热。再问问中国的物流费用、快递费用，就是日常生活买菜多少钱一斤，西瓜多少钱一个。说这么一对账，说很多美国网友破防了，甚至有美国的网友说要暴动要革命，很有意思啊。有网友说这叫洋务运动，这是新一轮洋务运动。洋务不是这个务，不是务工的务，不是劳务的务，而是醒悟的悟，就是洋人醒悟了，叫洋务运动，洋人觉醒了。当然这个不需要过多解释，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有很多小红也开始高潮激动，又姨妈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交流，像上海少爷那样炫富也炫的不对。网上这些网民这把咱们的真实情况一反映，至于美国网友他怎么理解那是他的事情，我觉得这挺好的，这叫互相碰撞冒出火花嘛。误解很正常，因为他不了解全体情况，他只看一个片面，不挺好的吗？而且很多中国的网友也说美国一对账，说你们一个月多少钱，说美国人回答普遍都是5-6千美金。这个实际情况据我了解，美国的大部分人工资也就5-6千美金一个月，当然有高的，你不能跟英伟达
达的员工比，达的员工好像人均都是1000万美元，资产都过亿人民币，说的平均也就5、6千美金，这比较多，这很正常。美国人一算账，说我们5、6千美金交房租交多少，医疗保险交多少，吃饭生活最后没了，这个引起了很多中国网友的同情，这都属于叫片面的比较，让大家产生一些联想、一些想法，这很正常。只要这种继续交流下去，迟早双方就慢慢就明白了。现在对美国网友来说，那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了。现在大家记住，现在是单向进入，是美国和全世界网民可以来看我们，对吧？暂时还不能看别人。生活中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北京市很多住在2环里的老北京居民，一说到老北京，那应该是个个很厉害吧？北京市户口又是老北京，而住在2环里，作为外地人打交道比较少的，一定是充满了想象，也想成为一个老北京。你想想，待遇、教育、医疗、户口，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就像咱们很多人对美国身份、对美国绿卡也是梦寐以求。你比如加特老师，那是打心眼里热爱，要不然他不会跑到美国买房。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你看，一个老北京，他跑到河北一个当地富户那儿，当地的有钱人，你跑那儿参观，互相打听。这个老北京一看，我看这个河北你这个富户，你们家房子400多平米，河北的当地的土财主问这个老北京，你住多大？他说我住10平米，而且还是一家3口。那你说河北的这个土财主，他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很正常。那老北京他也觉得，都说咱们这好，你看看人家这更好，这很正常。那问题出在哪儿？要给这个河北的土财主，你说给你一个北京户口，问他愿不愿意？打破脑袋他想去啊？为啥？孩子教育啊，医疗。你要让那个北京的大爷说，你们全家把户口迁到河北，也住这样的房子，那打死他也不干。你把这个道理搞明白之后，你就发现两国网友在网上对战，开始互相比较，这很正常。就像很多人他就认为西藏很好，走路要走出去西藏看一看，没毛病啊，这很正常。所以把这些对仗的一个乐子，反而增进双方的这种交流。双方的网民实际上都应该学会独立思考，全面的看问题。另外啊，咱们也不能不说，这美国人咱们感觉很单纯，这个没毛病。广大美国人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淳朴的，但是啊，这些做自媒体的不一定啊，他们头脑比较灵活。美国做自媒体、做 UP 主的这些人，因为他老在网上玩，他知道这个流量怎么回事。有一部分人他就会越玩越精，他也找到了爱国赛道。你夹头玩这种爱国流量，那很多美国人他也学会了，原来爱国赛道割的流量会更多。所以很多美国那些美女帅哥拍这个节目的时候，后面都放个什么？放个国旗。完了，有的还专门说我爱你中国。你看看，这都是学坏了，要割爱国韭菜，要抢这个爱国赛道，只会让爱国赛道越来越卷。我说的是有一部分获得中国网民的好感，也很正常嘛，对吧？爱国韭菜难道只准加头老师割，不能他们割吗？加头老师这个假美国人都能割，人家真美国人为什么不能割啊？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挺好，对吧？双方交流，你把窗户打开，进来的不光是新鲜空气，蚊子苍蝇也会进来，你也不能因为蚊子苍蝇进来了，你把窗户一直关着，那也不对。也就是说，你这么一放开，虽然有一些不好的负面的进来不要紧，但是我说啊，好景不常在啊，中美网民的蜜月期恐怕很快就要结束。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无论是小红书还是抖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大家也知道为什么抖音它分海外版，它搞个 TikTok 出来了，技术是一套技术。为什么它搞个 TikTok 出来？这不仅是国外的要求，美国的要求，它也是抖音自身的要求。咱们社交媒体的审查管控那跟国外不一样，国外也有管控，但是管控的力度、管控的方向完全是两码事，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把它分开。小红书现在头疼了，这个流量要还是不要？如果他不要这个流量，他就会加大注册的难度。你注册要实名制，是没有身份证号的，不让你注册，这是一种搞法，同时还加大审核。第二个，单独搞个服务器，让你们外国人在那儿玩，吃饭不在一个桌子，双方都隔着个玻璃，这个它可以通过技术来实现。说白了就像 TikTok 一样，那这个它又会出现个问题，你搞得好吧，你的下场跟 TikTok 也是一样的，你搞得不好吧，那你要赔钱。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它图什么？企业干什么都要算投产比，所以对小红书来说，估计连夜在开会，在琢磨这个流量接还是不接，怎么接，怎么让有关部门能够安心，能够睡得着觉。这些国外的 UP 主刚来，这叫新手红利期，他们一切都很新鲜，觉得很有意思，但是随着这个时间越长，他们马上就要吐槽了，咋我发了一个什么东西怎么就发不出去呢？为啥？或者说我刚发了个作品，发出去了，平常我发个作品点赞都是1万，现在怎么只有30个？他整不明白，他不知道我们一个强大的审核机制。我刚才发的评论都没有了，这发的评论只有我自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换个账号他看不见，这是什么技术？这些美国人他还没有领略到，所以他现在
感受到都是美好，甚至他通过对比发现美国根本就不自由。你说说，这个让我这个做自媒体的也哭笑不得啊！这些美国人他知道2个印度指的是哪儿吗？这些美国人他知道说的大国说的是哪儿吗？东大指的是哪儿吗？他知道斯里兰卡是哪儿吗？他知道什么叫米吗？他知道 W 是什么意思吗？5个 W，100个 W。我已经看到了很多美国人说，我正在学汉语，这个无形中加大了外国友人学汉语的难度。就一个死，美国人很简单，就是带。但是我们中文，尤其是 UP 主来描述死，恐怕有100种办法，都不提死这个字，但是就会让你知道这个人死了，嘎了，驾鹤西去，化作青烟。你说让外国人他怎么理解？他理解不了。那你说说，长此以往，这些外国的网友他能好好的愉快的在这玩吗？所以我说现在是红利期，双方的蜜月期非常好。我也建议大家想学外语的，这个时候抓住机会，找一个 UP 主跟他学外语，找个日本的姑娘学日语，找个法国姑娘学法语，找个美国的学英语，你教他汉语不也挺好吗？成立互助小组。说来说去，虽然有很多让人担忧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总体上是越来越开放，我觉得这是好事。我前几天看新闻说上海虹桥区要试点这个互联网要开放，因为这个挺好的。如果试点的效果好，全国推广，虽然短时间内还很难说让大家满意，但是如果只要他这么搞下去，10年8年的，说不定真的就大家都一样放开了，墙没有了，这不也是好事吗？实际上我觉得让这些外国人、外国的网友，只要让他们感觉到我们是个正常人，中国人他是个正常人就够了，也谈不上说让他喜欢，也谈不上，更不能让人讨厌，让人家了解中国人是个正常的，是个能沟通的这么一个民族，那就足够了。实际上这个考验管理者的智慧，如何引导的国外的这些网友，不要把他们一下吓回去了，容许他们来咱们国内的这些社交媒体上玩，来看互动，时机成熟，让国内的这些网友也可以出去看，出去互动，这不就好了吗？如果咱们的吸引力大，这国外的网友都愿意在这儿玩，都愿意在这儿觉得学到东西，在这儿能看到自己更愿意看到的，觉得有乐趣，那你美国还怎么进？那你美国修墙，轮到美国修墙了，这不也好事吗？所以我说这是考验管理者的智慧。2000年前咱们就知道，赌不如输，你不如疏通，你墙修得再高没有用。最后再说一说 TikTok 在全球，它不光是美国，在很多地方都禁止。当然了，更多的是在叫行政机关、叫政府部门，他们的设备上不准用 TikTok 的。这很多地方政府都这么干，但是民间不让用。这也有很多国家，你比如说俄罗斯，他就不让用 TikTok。现在有没有放开不太清楚。还有个印度人家也不让用，民间的不让用，就禁止了 TikTok。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放开了，那这个印度，那你这个俄罗斯，那你只能修墙。美西方也一样，你都得修墙。胡锡进老师的说法，这里咱们引用胡锡进老师的名言，就是都修墙，那就等于都没有修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